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发言人鲁伯特·科尔维尔表示，联合国无法进入东突厥散地区进行调查。近年来，中国当局对维吾尔人的身份和文化的侵犯引起国际关注。台湾国防部周五有高达38架次多型中国大陆战机进入西南防空识别区活动，创纪录高位。国防部周五稍早指出，达25架次的中国大陆战机进入西南防空识别区，但周六凌晨接着指出，周五晚间又有13架次的战机进入西南防空识别区。台湾国防部指出，派遣空中巡逻兵力应对及广播驱离，并发射防空飞弹追踪。在土耳其的维吾尔人抗议北京的东突厥散政策，应东突非政府组织国际联盟的号召，约500名抗议者聚集在中国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馆附近，手持东突厥散国旗，高呼反华口号。俄罗斯昨天举行自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推翻罗曼诺夫王朝以来的首场皇家婚礼。来自欧洲各地的王公贵族参与这场奢华盛会。尼古拉二世是俄罗斯帝国的最后一位国王，他于1918年与妻子和5个孩子被布尔什维克暗杀。据中国媒体报道，中共当局9月30日决定接受雪克赖提加科尔辞去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职务的请求，任命埃尔肯·图尼亚兹为自治区人民政府代理主席。众所周知，近年来埃尔肯·图尼亚兹在许多国际舞台上为中国在东突厥散的镇压和集中营辩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周五表示，数字货币在新兴市场的出现可能引发当地经济加密化，可能破坏外汇和资本管制，扰乱金融稳定。政策制定者应采用全球加密资产标准。据官方媒体称，朝鲜发射了一种新研发的防空导弹，这是1周内已知的第2次试射。这种防空导弹具有卓越的战斗性能，其中包括双头控制技术和其他新技术。